嘿嘿嘿。哦，拍谁？是这个。你先坐下。你坐下，我看一下。呵，我们来开始。还没。还没。等我一下。你别乱动麦克风。彼得前书。好，我要换画面喽，切画面喽。可以吗3、2、1。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中秋节快乐！过了啦。过了。月饼吃多少啊？我现在月饼还没吃完。呵，我们今天要进入彼得前书，一共5章哈。彼得前书。那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哈，同心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可以一起来亲近你的话语，不论是我们实体聚在一起，还是透过网络，求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然后亲自的指教，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即便透过这个文字已经2000年，然后帮助我们可以有能力将所明白的实践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全部交托在你手中，你来带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呵，彼得前书，一般在新约里面，那保罗那12卷书信就是保罗书信，可是保罗之后呢，彼得、约翰，彼得前书、约翰1、2、3，犹大，这些书被称为一般书信，一般书信。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彼得前书，这个他自己经文第1章的第1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基本上这个是小亚细亚北部的一带，如果是从现在的地图看来，就是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那个时候他讲的这5个地方是罗马的5个省份，算是一片蛮大的地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彼得的地位，如果这是彼得写的，那彼得的地位，彼得他写信给那一个地区的5个地区的所有的基督徒，五个教会，五个地区的教会，这个可以，如果是使徒彼得写的，那真的是可以知道彼得的地位，如果我们看这前书的内容，本书的目的可以看作是作者要鼓励那一些因为信仰遭受苦难，尤其是遭受逼迫的信徒，所以他一开始就会一直以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再来的应许来劝勉他们。好，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讲义？你们可以从那个下载那讲义 ，YouTube 上面都有。基本上这一个书信，学者认为应该是差不多主后64年。我们说主后就是 Anno Domini AD 64年，就是主的年代64年，他应该是前期写的，然后罗马发生的那一次大火也是64年，可是是7月以后，7月。学者相信是写在那个之前，那尼禄皇帝时代的那个罗马遭受大火的侵袭，烧了一大半，
那时候有人指控这个是基督徒纵火的哈，连累到犹太人。基本上罗马帝国分不大清楚到底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差别是什么。我说过了，罗马帝国是会接纳传统宗教的，可是却严厉的对待新兴宗教，因为传统宗教比较好掌握，谁是头，然后他们有一定的规范，这比较好掌握。基本上罗马帝国是尊重传统宗教的，可是呢，新兴宗教就让他们觉得比较警觉性，比较害怕一点，所以基本上他们会迫害新兴宗教，可是会接纳传统宗教。那基督教一开始是被看成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等于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可是渐渐的，罗马帝国就分辨出，其实是不一样，其实是不一样。那他们才导致后来，其实尼禄那个时候开始迫害，可是还不是最严重的是到了那个斗米田凯撒斗米田那时候他是在进行皇帝崇拜，以自己为天，就跟以前中国人说天子的概念，那你推动皇帝崇拜，你就会对基督教像这种一神的宗教会有比较反感那时候我说过了，它又是新兴的宗教已经被界定是新兴宗教，所以那时候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开始全面性而且是有系统性的迫害所以如此一来，像彼得前书这样的内容就变得很重要基本上它是像彼得前书第4章16节说为做基督徒而受苦的这个概念这就很清楚的讲出来然后反而他鼓励基督徒要因着这个信仰被逼迫而感到喜乐，因为这样是跟随基督的脚步这彼得前书的这一些概念，会是基督徒在面对苦难或尤其是外来逼迫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你要说它是一种正面思考的力量 ，OK 我不否认可是它并不只是一个个人主义下面的正面思考它是一种跟上帝生命连结的那种正面思考跟耶稣基督的宝血连结的正面思考好，那我们要知道新约很多的书信，很多的书卷并不太能确定作者是谁，可是基本上教会传统并不太怀疑没有怀疑这是出于使徒彼得的之手，这个彼得前后书没有太多的怀疑那彼得自己最后面他成名，他写说我是在巴比伦问大家的安，这是很奇怪，怎么会讲到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离罗马帝国已经很远了巴比伦接下来是波斯然后希腊才是罗马帝国，所以很有可能他讲巴比伦是在讲罗马的一个隐喻了一个隐喻你知道，就是在那个情势不安全的时候，都不会讲很清楚的话，会采取隐喻的方式这个是简单的概论，我们就进入彼得前书第1章我们很小心看他那个内文的细节可是在开始进入内文的时候，我们先提醒自己，这是一封信这是一封信就是说你要想象彼得使徒彼得他写信给这一群人是要干什么用的是要上课吗？是想做系统神学的上课吗？我可能有那种意思，可是我认为不全是可能保罗的罗马书会比彼得前书更像是在讨论神学议题彼得前书里面有一个蛮清楚的目的，看得出来，就是说知道基督徒受苦了，知道基督徒受迫害了，他写这封信去鼓励去安慰所以当然会提到一些教义的概念，可是这并不是重点
所以有很多的，你知道很多的书在论述一些系统神学，比如说上帝论、基督论，像这里就会有提到预定论什么什么的都用这些经文来建构这些教义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回去看一下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书信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人受苦了，这些基督徒受苦了，然后彼得写信去鼓励他们到底里面上课辩驳教义的成分多嘞，还是一种鼓励的性质多？我们要很小心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就想当然的以为说圣经写的就是在讲教义，这个绝对跟在神学院上课那个老师准备的教科书或是他的讲义是不一样的。这是一封信，一封书信，一个书信写给一群正在受苦的基督徒他们才不想听你上课嘞。这写给一群正在受苦的基督徒，鼓励他们在苦难中持守他们的信仰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读彼得前书，而不是就很直接的把它认为说现在我们是在拿在手上的是一份资料，是一份讨论神学教义的资料。不对不是，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第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我刚刚说的，这是罗马帝国的5个省他是散居在这一些省份的这一些这里有提到他们是被拣选的是被拣选的而且呢他说是照着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的是一个For knowledge 英文 NIV 是这么翻的 For knowledge of God the Father 父上帝的先见你知道约翰加尔文提出来的预定论当然是从保罗的很多的保罗书信里面很多概念出来，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彼得也有提到先见这种概念，被拣选这种概念那彼得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想法这个东西很难去确定，可是你至少这个上帝在万事之前已经先拣选这种概念，在那时候第一代的使徒基本上是共识你看保罗也这么讲，彼得也这么讲，所以没有错那个预定论是基督教教义一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可基本上也是很难解释的一个教义今天我大概等一下会讲一点点概念不会花太多时间我们如果看一下第1章1到2节这个彼得的这一段叙事，它有个架构。彼得描写说这些使徒是被拣选的，而且是照着什么？是照着父上帝的预知的先见，预先知道的先见。再来呢是圣灵的圣别，是圣灵把它分别出来的。再来呢，他讲出一个这些东西是 for 是为什么？是为着对耶稣基督的顺服，并蒙他血所洒。他很详尽的把圣父、圣子跟圣灵圣父、圣灵跟圣子都写进来。你看第2节是照父上帝的预知被拣选的。然后是这个拣选是照着父上帝的预知，而且是借着圣灵的借着圣灵得以成圣然后是它的结果是顺服耶稣基督然后蒙他血所洒。蒙他血所洒可以想象这个是旧约的献祭的仪式，这个被献祭的动物的血拿来被洒到血的部分都会成圣这里你注意一下，和合本把它翻成圣洁。看第2节从第2节 verse 2开始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可是你看那个何修啊，他做了一些改变。他说就是照乎上帝的预知，借着圣灵得以成圣。好，我说过了，不要翻译成圣洁，这是一个有一点会造成误会的翻译。何修把它改成成圣，这个概念就对了，因为在强调的是被分别成圣的这个概念，被选出来归给上帝的这个概念，而还没有在讲那个洁净的概念。洁净是后面要引申出来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被上帝从一群人里面被选出来归给上帝的，那以后你得要成为洁净的。这个洁净的概念是后面才出来的。现在讲的是成圣，是说你是被选出来属上帝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说，你们这一群在土耳其的这5个省，罗马帝国这5个省的基督徒，上帝视你们，上帝看你们是圣的，是被他拣选出来，然后归给他的，是圣的。你们的身份地位，你们是属圣的，你们是圣的，是属他的。那为什么我说不要翻译成圣洁？因为你会被洁的概念给拉走，你不见得是洁的，可是你是圣的。这样听懂吗？你不见得多纯净，没有，还不在讲这个，重点在讲你的地位是圣的，是上帝把你分别出来的。那当然你可以做衍生，就是既然我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归给他的，那我们得要小心我们的行为。接下来我们要洁净自己，这是后面的事情。可是不要一开始就把它翻成圣洁，这会有点可惜。好，所以要知道这些人被上帝拣选出来，被圣灵分别为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顺服耶稣基督的。那这些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已经也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所洒的。直接你要1、2节这是一个请安，直接彼得就把收信人，你们这些收信人的身份讲清楚了。愿恩惠平安多多的赐给你们，跟保罗一样用的常常这2个字跑出来，一个是 gracia grace， 那一个是 shalom 平安。恩惠和 gracia 这个就礼物的意思，这个字会比较是希腊的用语会讲的。那平安主要是犹太人shalom。我之前一直讲过了，犹太人在讲 shalom 平安，并不是指环境所带来的平安，就好像都平安无事没有灾厄的，不是在讲那个概念。犹太人讲的 shalom 是指上帝跟你连结，上帝的生命与你连结，上帝与你同在的那一种平静安稳。即便是你的环境是坎坷多劫，是受到迫害，是很凄惨，可是因着上帝与你同在，你的生命可以进入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犹太人在讲的小弄是指这个意思，这跟我们台湾的文化在讲的平安无事，平安没有事情的概念不太一样。我们的平安的概念是这个环境所建构的。我都不会没有生病，我都很顺利，然后都没有灾厄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叫平安。可是，在犹太人讲的小弄不是在指这个，在犹太人讲的小弄是不管你的环境是什么状况，今天你的平安是来自于上帝与你同在。这个一直是很重要的概念。这个在基督教的信仰，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信仰，这一直是很重要的概念。好，所以你要再清楚再重新重温一下刚1、2节的它那个架构。你们这一些被拣选出来顺服耶稣基督的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洁净的人，你们是上帝的预知，是圣灵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要知道你们是这样子的身份。那我说过我要讲一下预定论，就很快的讲。这个常常我们就一直在想说，那如果是上帝预定的，那到底是我决志信主还是上帝预定的？那如果是上帝预定，我们干嘛还要传福音？对，我一直说不要传福音。题外话，那如果是上帝预定的话，那干嘛后面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我们来
自由意识来做决定嘛。这个我的解释要跑去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得认知上帝是超时空的。如果从上帝的眼光跟立场来看这些事情，没有所谓预定的这回事。预定得要在时间轴下才能预定，就是说被时间轴限制的情况下，才有所谓的预先知道或者说预定的概念。我这样有没有讲清楚？就是说得要有时间轴以下的存在，预定才有意义。这个预先决定或者预先知道这种概念才有意义。任何的存在只要是超时间的，超时间就无所谓预定了。所以在圣经在讲上帝预先知道是一个很吊诡的讲法。上帝不用预先知道，因为他在时间轴之外，他没有被时间限制，就没有过去、现在跟未来的差别。所以对上帝来讲，他不用预先知道。那为什么圣经还是要写预定、预知的这个概念？其实这个只是在凸显这一些决定是上帝的决定，是上帝的主权。就是说，预先决定跟预先知道已经是时间轴下面的存在最大的用词的、最厉害的用词了。就是说我可以预先知道什么，这种描述已经是最厉害的了。可是这是时间的限制下的最厉害，上帝是超越时间的。所以所有的预知、预定的这种概念，对上帝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那圣经要用这种预先、预知、预定的概念来描述上帝的作为，其实我认为，我讲清楚，我认为只是要凸显这个是上帝的主动，这个是上帝的主权，就只能这样解释了。所以你不要把它往另外一个方向去钻。所以说，这个到底我的得救是上帝的预定呢，还是我的决志？那如果上帝的预定，那我需要决志干嘛？相信这个很多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会有这种想法，明明这是我的决定嘛，我决志要信主的，那你又告诉我这是上帝的预定，那我个人的自由意志算什么？所以你不要被这个字面的意思迷惑掉了。就是说，圣经在提到说这是上帝的预定的时候，这一下子这个预定其实是已经超时空了，不是在讲预先决定的意思，是在讲上帝的主权的意思。好，我希望我的短短解释有帮助，或是你听了又更迷糊那就抱歉了。来进入第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好，很常有的颂赞可是读的时候要读小心，这里是归给父上帝，不是归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好，这讲的是上帝主动的是上帝，他照自己的怜悯，然后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彼得这里的概念非常的繁杂，全部都加进来了全部一下子就丢进来要赞美上帝，什么事情？因为这个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悲怜，因着他的慈爱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事件，重生了基督徒，让基督徒重新得着生命然后叫基督徒有活泼的盼望，他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那个天上的基业，天上的这些 inheritance 的那些，你就要当做以后你要得到的遗产天上的这些基业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为什么要强调这样子？因为你所有你现在在地上的基业都是会朽坏的，都是会被玷污的，都是会衰残的所以这样彼得在鼓励基督徒一件事情：你现在即便很惨，你现在即便拥有或是说拥有很多的那些基业所谓的动产不动产 whatever很丰盛的这些东西，
那个到头来是会朽坏，是会被玷污的，是会衰残掉的。可是这里彼得提醒基督徒说，因为天父的慈爱，然后他借着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这些基督徒重新得到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的。我们因此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而在天上这些东西呢，你虽然现在看不到，可是它是不会衰残，不会朽坏掉的。哦，哎，这个对那个正在受苦的人，这是很大的鼓励。对我们听起来就是不干我们的事，对不对？反正我们现在还蛮好的啊。对。要读彼得前书，我们真的得跑去一个情境啊，就是正在受逼迫，为了这个信仰被受逼迫啊，为了坚持这个信仰，然后遭受到外来的逼迫，我们得要进入这种情境，不然的话蛮难读懂，或者说蛮难体会彼得前书在写什么。啊，这个对台湾基督徒来讲很惨，台湾基督徒哪有因为自己的信仰遭受逼迫？我们都嘛是因为信仰在逼迫别人，所以其实蛮不好读彼得前书的哦。我们得去，嘿，如果是什么？哦，如果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被家人因为信基督教被家人讨厌，对不对？这个还有一点点那个感觉，这还真的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哈。就是哇，因为要信耶稣，然后被家人讨厌或逼迫哦。不过哦，这还是基督徒自己搞出来的坏事啦啊！你知道你为什么第一代基督徒会被家人讨厌呢？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跟家人传福音。对，因为他们跟家人传福音，是不是？好，这是第一点。再来呢，就是台湾的民间的信仰，他们会认为说，我们要拜祖先。要跟自己的祖先连结，我跟你说，基督徒你被第一代基督徒，他感受到他因为信基督教被迫害，其实不是来自于他的家人是信别的宗教，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很少的，应该主要是祭拜祖先的问题，就是说啊，父母是信佛的。然后他就去压迫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信基督教，这情况是少的。是天哪，我的孩子跑去信基督教，那以后我死了，谁帮我烧钱啊？好，主要是这个问题会比较多。这个就要去思考了。基督徒你因为信了基督教以后，你所表现出来的，你不想祭拜你的祖先跟你的前辈哈，你的上一辈的人的这种思维这个动作，你是做到多让人家讨厌？才有一些第一代基督徒，因为可能家里面有一些仪式，比如说他觉得你怎么样，所以他要你喝符水，可是因为你已经信了，所以你其实不想要喝。回应家人的或是长辈这种要求，或者是说他会去庙里帮你对用你的生辰八字，然后弄在一个符里面，但是他要你带，那你带，然后你说这个是魔鬼的，不要，因为我是基督徒，对，是他不可能直接讲，因为大部分出现这种状况，其实晚辈是没办法拒绝，对，但是会有一种为难，但是这个为难很容易让长辈起。对，因为这个为难，那个处决，对不对？他不可能怕长辈啊，因为也知道，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些不舒服，他就会说，他会传你去求庙。然后其实就算出社会，你可能只是工作压力大，他也会觉得说不行，你这样子其实我要带你去庙里求庙。对。那这种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该怎么回应？对啊，就这个东西哦，我是认为。基督徒的反应其实常常是 overreacting， 基督徒的反应常常是过头的，就是说他心里面有一个害怕，因为这是邪灵嘛。对，是挺难，因为毕竟我自己有经历过。但其实他们也不敢，但是他们就
实家里面就开始在大小事上就会给到你这个就是因为对，因为你信基督教，对。其实他也没有叫去辩驳，可是他们就会在各种生活层面，或者是你的各种遇到衰事，这真的是这个很惨。这个是很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基督徒自己要去做调整的，因为我说过了，我们的反应真的就是 over 哈，我们的反应是 over 的，就是我们很害怕遇到这种东西的要求，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对我们的信仰的侵犯。我遇到的比较不一样，因为你遇到的是什么？我遇到的年轻人主要是他不想喝苦水，对，因为那个喝苦水频率太高了，就是有一些长辈是相信是，对，我太高，我都会其实反而造成自己的对了身心不舒服，这个就是在喝苦水，这个是困难的哦，因为基督徒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我听到比较多这种非基督教的经验，大家比较都是一种乖乖的喝，就你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但是你其实适度的，他们的勇敢是偶尔会说，我可以不要喝嘛，连这样的一种简单的选择其实都没有的时候，那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我会认为基督徒可能开始要学一种应对，就是如果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味道不喝，或是这个理由会比说因为我信基督教所以我不喝好多了，哦，对，所以如果我现在已经50几岁的人，如果是要我喝，我会快快乐乐来干一杯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我的生命是没有危害的。那我之所以喝，是因为我对你的文化的尊重。我对你的文化的尊重，就好像你去想嘛，今天如果你到了一个原住民的部落，不管是哪一个原住民，他拿出一种酒，然后告诉你这个是他嚼一嚼，然后才发酵的酒，你要不要喝？因为我看过。对啊，你的不喝就会造成你在这个文化就融不进去了嘛，你自己要选择嘛。就是说一样的，这只是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文化。这东西是文化的概念，你知道那一天我这样讲不晓得好不好？我那天才知道达悟族他们的传统是不照顾年老的人。我们这种所谓的文明人听了会怪，他们说他们的风俗是会让就是年老的人回归自然。那即便是基督教在那边的牧师都不敢去碰这个东西。跟日本人？对，我认为这个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个日治时代对达悟族是一个蛮封闭的治理，他们是就是说照顾也是照顾，就是说特别把那个达悟族做一个封圈起来的。我认为他是受日本的影响。那居然就是说基督教进去这个族群的时候，也不太敢去。你想想看，在我们的信仰，照顾那个年老的、没有依靠的，这会变成理所当然嘛？教会会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教会也不太敢去，不是说不太敢，会就是这个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在还没有做文化对话非常的妥适的时候，教会没有敢去插手啊。可现在就有基督教机构去插手，就反而造成一些紧张的状况出来了。我一起认为我们是没有良心，是不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其实这是文化的冲突啦。那你知道我们这一些汉人基督徒我们自己的文化早就丢掉了，所以我们在接受基督教的时候是比较没有冲突的。你知道吗？你去问那些现在新一代的原住民青年，他们原住民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祭啊？丰年祭。基督徒要不要参加丰年祭？要。可是那个是在祭那个什么灵，什么他们的什么祖灵
那原住民基督徒要不要上丰年祭？还是会吧？当然要啊，这是文化嘛。你要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在那里，就是说基督徒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把它看作这是文化，这是我的族类，这是我这一族，这是我的文化，里面有他，当然有他的信仰，这包括宗教都连在一起的嘛。那我作为一个原住民基督徒，我难道可以否定我们的丰年祭吗？那如果你基督徒做到这样子，你是个失败的基督徒啊！我认为这是失败的基督徒啊，就是你的信仰让你跟自己的文化脱节啊。所以你得去用心的去处理这个冲突，而不是直接就砍断。砍断很好做嘛，可是砍断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汉人的部分，我们的北浪的部分，白浪的部分，就是好像是，我好像因为信基督教，然后被我们的长辈们迫害到了，事实上我会认为这个可以再更圆融的处理的。如果基督徒能够把文化的元素看得再重一点，然后更多的尊重这些文化传统背后的意涵，我相信这个处理上可以更圆融一点当然呢，我并不否认它里面一定是有冲突的，一定是会紧张的。那一天，我的好朋友，佛教的好朋友介绍我去打坐。然后那个是一个课程，跟光有关系。哇，天哪，我不晓得怎么拒绝这个课程。那么我这个也好拒绝啊，这个就是说没钱。哇塞，这个应该是不便宜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在那个拿捏，这是文化的嘞，还是进去一个信仰的冲突？你自己要去拿捏，你不要太简单的用一些规定，遵照一些规定来反应，就真的是会有太多的无谓的冲突。然后这种无谓的冲突，因为我们人又少，影响力又比较弱，所以会造成是被迫害的样态。事实上，如果你回到彼得前书的那个时代，就是说主后64年，主后64年那个罗马帝国的破坏，那根本是两回事啊！我们这种我认为只是我们在文化上面差异的小冲突。基督徒我认为一直以来前面几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并没有处理好。我认为新一代基督徒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像现在，今天也是有烧嘛，对不对？今天下面有摆桌吗？不对，还是昨天？中秋嘛，一定会有那个东西嘛，这个东西都会。之前鬼门关嘛，对不对？鬼门关起来，就是说基督徒你明明是在这个文化下面，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文化？你不要一副那种很清高的果断的拒绝。你要尊重文化的意涵这个东西要有智慧的啦。度丢的灾度丢要怎么做我就知道了现在要我喝符水，我就跟他干杯然后跟他说真的很臭，拿出我的圣水请他喝，完全看干净，看没味你说你肾脏所以下次你要去有符水的场合，你就多带几瓶圣水你说我们就互相干，对不对？你请我喝符水，我请你喝我们的圣水。真可惜，我们基督教没有圣水。这个可以互相的尊荣的啦，而不是用一种说我高于你的这种态度去否决对方要小心。所以我说的，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基督徒是比较难能够体会彼得前书在讲的那种受迫害的基督徒的状况。进入第二页第3节这里，他一样他提醒说，这些基督徒你们
即便现在受到迫害，你要知道，你们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你们也跟着重生了，而你们这个重生的生命，让你们基督徒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天上的这些东西相对于地上一切你们所能拥有的，天上的这一些是不会朽坏的，是不会败坏掉的，虽然你看不到，可是你要知道你是会有的，所以第5节就提出他的要求了：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 salvation 是末世要显现出来的。末世不要想成好像以后世界末日在新约的概念，末世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的这一段就是末世了，就是我们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末世我们已经在最后，就是上帝的启示已经清楚以后的世代了，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一切的人的罪都已经得到解决了，这就是末世了那他说要上帝能力保守的人，我们要得到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已经显现出来，是借着耶稣基督显现出来。因此你们如果懂这些道理，基督徒就是说在那个土耳其的那一个地区5个省份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不管你们现在遭受什么样的苦难，你们要知道你们应该是大有喜乐，因为你们要知道我前面讲的，你所领受的，你这个重生的生命能够领受的基业是不会败坏的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暂时忧愁。你们在时间下面，你们在时空的限制下，你们是暂时忧愁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重新来看你现在这些苦难，就是说你既然知道你这个在末世你的这个 salvation 你的得救是稳固的，你当然要有大喜乐了。那可是很吊诡的是我现在还在苦难中所以你要重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苦难这些迫害。所以他就说你们的信心是被试验，就好比那个被火试验的让人使坏的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要把这一些你认为你现在所遭受的苦难跟迫害当作是一种试炼，好像是在火里面炼出一个更纯粹的金的这种试炼。这是因为你知道你并不会被消灭掉，不会被破坏掉，因为你得到的是永恒的救恩。你清楚了，你就可以回头来看你这个试炼如果我现在是稻草人，现在前面有火，我要不要踩进去？踩进去我得回呼就没有了嘛，很清楚了嘛，我知道结局就是这样。可是我却是什么？钢铁人，我知道即便我踩进去也没有关系。他现在就用这个概念。那你要怎么去看你现在要踩进去的这些火，这些试炼？你要重新去定义它。对稻草人来讲是要毁灭他的火，可是现在对我这个钢铁人来讲，这个火是只要让我更能够精进，更能够健壮。你要就是说一样的试炼跟苦难，基督徒你得要重新去定义它，你不能被它定义，你不能被你所面临的苦难定义，是你要重新定义。那凭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你知道你已经被应许的结果是什么，你就有那个能力重新定义你现在的苦难。举例这个东西不是太困难举例的。我们以前在军队跑5000公尺，那真的是苦你知道5000公尺我们这样一路跑下来，每天跑，我们都知道会有那种撞墙期你知道什么是撞墙期？这种长跑的人就会有撞墙期，就是你没有办法了，你认为你没有办法，你差不多再也跑不动，一步都跑不掉，那撞墙期。可是你只要撑过撞墙期，你后面就健步如飞了。那一般我们跑5000公尺的人，差不多在3500的时候是撞墙期，就是你天我
我真的不行了那种撞墙期。可是如果你撑过去了，你后面就怎么样？那不会嘞，你还可以喊算，你还可以大声喊，那你在喊的时候，你就很难想象，哎呀，我刚刚那撞墙期怎么那么惨？那你经过了以后，你下次跑你就知道了。我5千跑得好不过，可以啊。所以我第2次跑5千的时候，我还是有撞墙期啊，撑不下去啊。可是我却知道我会在最后面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很有力气的。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了，所以你今天你可以重新去定义你现在碰到的困难，你现在碰到的苦难，还有你甚至于是完全不公义的迫害，你是可以撑过去的，你是可以重新定义的。你知道这个对一个接下来会很健壮的人来讲，前面的这些苦难跟甚至于是不合理不公义的迫害，都只是让你更健壮而已。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定义？是因为你清楚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基督教在讲的，你因着你的信心，你所有的盼望，会帮助你承受你现在。他说你们是暂时忧愁，你们是暂时忧愁。他说这些可以使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你们是会比那些金子更宝贵的。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耶稣在临，这第2次，你们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注意听，这个翻译成汉字的时候，因为它翻译的顺序会让我们抓错重点。你要注意听第9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们会这样的翻译，会把你的重点放在灵魂的救恩，听懂意思吗？这个翻译会读下来，你们会读成说，并且得着你们的信心的果效，这信心的结果的效果就是灵魂的救恩。你会把这个得着灵魂救恩当作是重点，不是啦，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你们要大喜乐，那里才是重点。如果从他的希腊文的文法来看，基督徒，你们在这个苦难跟大试炼跟大迫害下，你们要有大喜乐，这里才是重点。为什么？因为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你们是爱他的，你们因为没有见过他嘛，可是你们是借着信，你们会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们得到的是灵魂的救恩，你们得到的是生命的得救，所以你们会有大喜乐。听懂意思吗？很不幸，就是说我们汉字的翻译一路走下来，你们会把焦点以为说，你们会得到灵魂的救恩，不是？彼得写这一大堆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有大喜乐，因为你们得到的是灵魂的救恩，这个是你们持守信心以后的结果。你们如果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虽然你看不见他，你们没有见过他，可是你们持守对他的信心，你们会得到灵魂的救恩，你们会得到这个得救，这个救赎 salvation。 那你们确定你们得到这个救赎了，你们要有大喜乐，即便虽然现在处于苦难跟被迫害当中。我重新讲一遍，从第3到第9节有没有清楚？因为照汉字的翻译，你即便看和合本修订本，你也很容易把它读成到最后那个第9节，因为你们得到的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这里把它当作是一个目的。这样的翻译是很可惜，但意思是整个搞错了。我没有说他翻译错，我是说这样读下来，我们很容易误会，它的重点是放在灵魂的得救，不是。它的重点是告诉你，你得救了，所以你要有什么？大喜乐。你要知道，这里是重点哦。这里大喜乐讲几遍哦？我们看一下，第6节，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有没有？然后第8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大喜乐。你们看到，就是说你要抓住他这里，他是要告诉你，基督徒你得要有大喜乐的。那你的大喜乐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苦难，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被迫害，你的大喜乐是因为你知道你得到救恩了。这个就是我刚说的，你知道你的结局是得救了，所以你要有大喜乐。就算现在是充满了苦难跟被迫害、被逼迫，你仍然要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是得救的，所以你要有大喜乐。那有工程册不？有哈。我跟你讲，弟兄姐妹，连我自己以前在读这里的时候，我也是抓不到这整段的重点了。因为这一篇这样第3节读到第9节，很容易觉得这好像只是一个教义的叙述，然后讲到最后说，你们得到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得救，你会跑去那边去了。可是他原本的 wording， 他的文脉不是这个样子，他文脉是告诉你，基督徒你虽然看不见他，可是你要持守这个信心，因着你持守这个信心，你要知道，你要确信你是得救的，你的灵魂是得救的。那你确信你的灵魂得救的话，基督徒你得要有大喜乐。就算你现在蛮苦的，你现在受到很多的试炼，你现在被逼迫，你还是得有大喜乐，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是得救的，因为你知道你会跑到5000公尺的时候还可以大声唱军歌的，大声唱歌的，所以你在前面3500公尺的时候，你撞墙了，你根本跑不动了，你快哭了，你在那边挨别救不了，你还是可以大喜乐，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是在后面笑别人跑不动呢，笑别人跑不动是很高兴嘛。我们后来结果居然不是跑5000，那个士官长看我们跑得很高兴，多跑1000，跑6000，靠右边就撞墙了，这很坏。现在可以跑？我现在靠右边，我现在连跑一个红绿灯过去就开始喘了。我现在从那个台电大楼3号上走楼梯上来，我就就开始在喘了。什么？搭手扶梯不行啊！我要恢复以前，我从3楼上12楼都走楼梯，要开始恢复了，不然不行，这体力不行。我再讲一次，因着你对你的结局、你的 ending、你的结局的确定，所以你那个彼得这里讲，你必须是拥有这种大喜乐，而且这个大喜乐是什么？是满有荣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是来自于你确信你的 ending， 你的结局是得救的，是灵魂得救。这里你知道这里是很清晰的一个人，一个使徒彼得，他在鼓励一群正因着信仰受迫害的人，他鼓励他们，你们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不是因为被迫害，不是因为你现在很苦，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是得救的，所以你现在很苦，很难堪，很难受，你仍然要有那个喜乐。这个东西得要借着你持守这个信心，持守这个信心。虽然你没有看见耶稣过，即便你现在也看不到。你必须紧紧持守这个信仰，抓住这个盼望。你真的这样做的人，彼得要讲的是，你会有大喜乐的。这个一定要抓住这里。这个是彼得前书1章到第9节。我这样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清楚一点？你可以再多描述一下。等我描述什么？没有看见耶稣却抓那个这个东西就麻烦了，真讨厌！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彼得写信给的受信者，并不是所谓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这些使徒同时代的人，他们蛮多人是看过耶稣基督的。蛮多人甚至于是
经验过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他们这一代是重要的，就彼得啊，那些使徒啊，耶稣跟他们在一起40天的这一群人，这些人是重要的。他们是听过耶稣讲道，然后看着耶稣死，然后又看到复活，跟他相处了这40天，这些人是重要的。可这些人会凋零啊。那从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呢，去传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然后接下来接受他们传扬的人，再去传扬给别人。那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彼得要写的信呢，就是不晓得是第二代还是第3代去了。我不是说那一代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儿子孙子，不是，没有那么久。我是说，已经第1轮传下去了，又第2轮下去了。彼得会很放心的讲说，你们没有看过他啊，你们没有见过他啊。那我要谢谢许牧他问的问题。阿斗没有看见，你要不要再问一次？就是我是请牧师描述说，没有看见过耶稣，但是抓的却能够这样抓住，是不是？抓的状态，在那里。所以我才说，基督徒喜欢传讲福音，就是一个让这个信仰整个破坏掉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会相信彼得的人，真的是因为彼得讲吗？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嘛。第1代最有可能是用讲的，因为第1代他们经历到的就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我就算没有看过，我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这个人他是被罗马帝国钉死。你们现在有一群人告诉我说，这个被钉死的耶稣他又怎么样？复活了。我是可以亲眼看你这个人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嘛？你这个死彼得，欠我300块都不还，你有各种理由不还。你现在告诉我耶稣复活了，付你个大头鬼啦！你看才外艺术，就是说我是可以看着你的生命来判断我要不要相信你的话的。那我是第一代 1.5 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看过，我们就算没看过耶稣，我们是知道有这个人呢。然后我在看这个人，宣称是这个人的弟子的学生，他们的生活，他们讲的话，然后他们跟我宣讲的时候，我是听得懂的，因为我是犹太人啊，我知道弥赛亚这回事啊，我知道那个旧约怎么样描述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在上帝差遣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用讲的讲得通的，你知道吗？可是接下来是讲不通的啦，接下来渐渐的你要传给我说的那个时代的那些近前人，相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可能还听得懂，可是渐渐的你的行为的比重就胜过你的传讲了。那好，如果我已经是那种纯粹外邦人，或是我是近前人，我今天已经接受这个信仰了，你们认为我是因为听你传讲我接受的吗？不是啦，我是被这一群信仰群体感动而接受的啦。这个信仰变成我接受了，而且我也用我的生活去经历了。这种信仰才是扎实的，才是我在碰到苦难的时候，然后我可以在那边做决定，我要听你的劝勉跟鼓励，然后我要继续接受这个信仰。现在台湾这种基督徒，可能包括我，你苦难下去看看，一定全部改宗的嘛。因为现在只是传福音是告诉你说，信耶稣会怎么样？会开宾士嘛，会成功嘛，会卓越嘛。那现在靠右边不是开宾士，不是卓越，不是成功，是被关。
那我干嘛信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现在对基督教的理解，一定是没有办法的啦。可是，如果是真实的信仰，这一些人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一定是被那个整个信仰群体所感动的。然后呢，他也自己去亲身经历这个信仰，是一个实在真实的信仰。所以在遭受这种苦难的时候，我是不会放弃的。可是我需要鼓励，我需要这些激励的，因为人性还是软弱的。所以没有错，许牧问了，什么叫做我根本就没看过这位耶稣基督，然后我要能够紧紧的抓住，那到底是凭什么？到底是凭什么？就是凭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跟他的门徒讲的嘛。耶稣基督说什么？说没有人看过天父嘛，没有人看过上帝了。可是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了。那接下来我会不在哦，耶稣说我会不在哦，以后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世人再也看不到我了，只能看到谁？只能看到谁？只能看到你们这群猪头嘛！啊，你们这群猪头怎么样把我呈现出来呢？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嘛，就是要你们什么？彼此相爱嘛。而且是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彼此相爱。那耶稣怎么爱他们？是为他们死的这种态度跟实践来爱。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一群信仰群体是这样相爱的，会不会在他们的社会或是在他们的所处的时代造成震撼，造成感动，然后被接纳？那这样子的透过他们的生命生活的彼此相爱传出去的信仰，就算这些人遭受苦难被逼迫，不会那么容易丢弃的。可是如果是台湾这种传福音信耶稣信基督教的，我可以跟你保证，他马上丢掉嘛，他甚至于不用受迫害才丢掉，他只要信了3年还没有成功，他就换别的会成功的嘛，不是吗？为什么你说我信基督教会卓越会成功？啊，我信那么久了没有啊？每次我想做见证都轮不到我，因为我还没成功啊。他一定会换的嘛，因为你传的就是没有十字架，你传的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嘛，你传的是成功神学嘛。台湾的基督徒有没有听懂啊？台湾基督徒很讨厌呢，我是说我很讨厌的哦。不过许牧很讨厌，他提出来的哦。所以你看，凭什么彼得敢说你们没有见过他？你们没有见过他，你们却爱他？为什么？因为你们见过我，你知道吗？你们见过我们这一群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这样活给你们看的。我都这样活了，耶稣基督还会是假的吗？所以，如果基督教要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并不是靠多会讲呢。哦，耶稣爱你，上帝爱你，你会卓越，你会成功，不是靠这个不是靠 G12，不是靠那个 Best 幸福小组，不是靠这些东西是靠，其实就是靠彼此相爱。耶稣，你知道耶稣走后他没有讲别的命令啊，对不对？他讲彼此相爱而已啊！你不要觉得很容易，就很困难，好不好？真的很困难哦。哎，所以到第9节要抓住重点哈。第9节不是在讲你们灵魂得救哈，你们信心的效果是灵魂得救。第9节不在讲这个，第9节是到3到9节是在讲你们要喜乐。
然后后面第10节你就会发现他在解释那个救恩了。好，论到这个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这里先知是指的是哪一些先知？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你往下看。他论到这个救恩，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上帝透过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计划所表达、所显示出来的救恩呢？他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这些众先知们，他们就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寻求包括是对旧约的考察，考察什么？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所以他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以外，这些人是考察过的，经历过的。然后呢，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不是为自己，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这里讲得很奥秘就是说，他这里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后来耶稣的这个启示，连天使都不晓得了。这些东西启示给你们的，天使也很在意，想要仔细的听。这个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了。这个在彼得那个时代有意义，因为彼得那个时代这个道理传遍了吗？还没有啊。彼得要告诉他，这个是宝贵的信息，这个被启示出来是宝贵的信息。什么被启示出来宝贵的信息？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息是宝贵的信息。搞了半天，原来上帝拯救人的方式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概念是宝贵的，不得了到连天使都愿意怎么样详细查看这些事情。这个东西一定要回去讲一个概念。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去想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本来都没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谁的子孙？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嘛。亚当犯罪，那他的子孙就都犯罪，凭什么？凭什么？亚当关我屁事啊！就算他是我的祖先，他犯罪干我屁事啊！我爸爸犯罪都不干我的事了，是吧？是不是啦？当然会被影响了，是。可是我爸爸犯罪都不干我的事了，凭什么亚当犯罪干我的事？为什么亚当犯罪，我们全部都是罪人？因为这个是在18世纪之前人类社会所的共识，就是代表。所以18世纪以后，个人主义才兴起，成为一个 dominate 的概念的。之前，人类的社会是用代表在看这个事情的。就好像如果是我父亲是我们家的代表，我说了，父亲爸爸讲了又怎么样？就算。可是，在18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是更明显代表的概念。亚当是祖先，所以他是所有人类的代表。那这个代表犯罪了，那所有人类就怎么样？就犯罪了。你怎么否认都没有办法，因为你是被他代表的。这个对现代人讲比较难理解，对不对？你就想象现在你在看那个希腊的神话、希腊的电影，你有没有看过一部《木马屠城记》？那个帅哥演的，很帅的那个叫什么？布莱德比特。你们知道我要讲他那个 P 对不对？有没有？布莱德比特啦 ，P 的，是不是啦？是啦。很帅，对不对？然后呢，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演两军对垒。然后他还在喝醉嘛，还在那边喝醉宿醉，然后对方已经走出一个勇士了，派出他们的出来单挑的勇士，然后那个布莱德比特就出现，3两下把那个勇士杀掉了，那这场战争就结束了。第
并不需要两军真的杀下去啊。然后对方的王还讲一句话，他说：“你确定你要服侍你们这个统帅吗？”因为他是个很坏的人啊。他作为这个整个希腊联军的代表，整个希腊联军都不用打，他一个人出来定钩机，他赢了这场战争就赢了。听懂意思吗？那个是在那个时代很清楚的概念，只要代表赢了就赢了，那代表输了嘞，就全输了。亚当作为代表，他作为罪人，那全部人就都是罪人。现在上帝让耶稣基督作为代表，那如果他赢了嘞，就像这里讲的，第3节，上帝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概念？上帝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胜过什么？胜过死亡的权势嘛，所以他才能够复活嘛。那他代表谁？耶稣基督代表谁？耶稣基督代表谁啦？很重要哦，因为被他代表的人也跟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面怎么样复活了，所以他这里在讲重生嘛。你这里不要去一样用的是重生，不要去想成是那个耶稣在讲的那个 born from above 啊，在约翰福音讲的那个不一样的概念哈。这里要讲的就是就像这里从死里复活的意思一样，这纯粹就是代表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被耶稣基督代表的，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也怎么样？你也复活了，这样有讲清楚吗？知道这概念吗？那他说第10节以下在讲的是这一种奥秘已经被 review 出来了，就是说上帝的救赎的方式已经被启示出来了。那当初有一些先知，有一些人传给你们这些人，他们是经过考察的，他们很确定这个耶稣就是这个代表，然后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复活了，所以这个可以活着的这个恩典也临到你们。那这个那么吓死人的启示，即便是天使都得要愿意细查这个事情。公情测不？我们基督徒可能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才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相对于亚当，他是第二个亚当，这潘华的用语。第一个亚当害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可是第二个亚当是耶稣，他作为一个代表，他让所有愿意让他代表的人就重生了，就复活了。你有公平这么了，有吧？然后他说这个奥秘的启示，以前的人都不知道的啦。亚伯拉罕不知道，大卫也不知道，这些人都不知道，是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才真的启示出来。然后这些人呢，已经告诉你们这个启示了，你们要知道，你们得到的这个启示是宝贵的，连天使都愿意跳下来好好的看这回事。你有了解不？从第10到第12节讲的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极其荣耀的事情。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了，他复活了。那意思就是说，所有被耶稣基督代表的人，也跟着耶稣一起会胜过死亡的权势，然后复活。可是还没到，为什么？这个得发生在耶稣基督第2次再临，才叫做完全的发生。可是基督徒，你如果知道这个是你的结局，那你现在多苦也没关系啊。你现在要大喜乐，那你知道彼得的论点了没有？他在告诉你的是，你到底清不清楚你的结局？你看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你的结局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那你的，我刚忘了讲，亚当他是自然而然代表全世界的人，因为他是祖先，听懂哈？合理哈？
亚当自然而然就代表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从他的血脉出来嘛，所以他是祖先，他自然而然代表所有的人，所以所有人都变成罪人。可是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代表就是耶稣，耶稣有代表所有的人吗？耶稣可以代表所有的人吗？不可以呀，他凭什么要代表所有的人？他不像亚当嘛，亚当是一个头嘛，他代表所有的人。那耶稣呢？耶稣代表谁？耶稣只可以代表谁？什么？愿意被他代表的人嘛？是不是啦？是不是啦？耶稣只能代表那些愿意让他代表的人。那谁是愿意让他代表人？哟，谁是愿意让他代表的人？啊？对啊，就是基督徒啊，就跟随基督的人嘛，就代表他是愿意被他代表的人嘛。那如果是被耶稣代表的人，耶稣怎么样，这些人就怎么样了。所以重点并不是你自己有能力从死里复活，基督徒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你得紧紧抓住什么？你跟耶稣的关系啊，因为是他胜过死亡啊，那他代表你，那如果他胜过了，你就胜过了。所以你能做的是，你紧紧抓住他。有人问题？有人说亚当让所有的人陷入原罪，好像不是代表全世界的人，这样解释着。什么？他是说亚当让所有的人陷入罪，然后原罪好像他说好像不是代表全世界的人，这样解释代表全世界的人，你有听懂吗？哦，那他认为是什么？他没有啊，他是只是这样跟你说。哦，那我就回答他是这样子，没有错。哦，不然世人为什么会都是罪人？因为亚当代表所有的人嘛，所以我们在地位身份上，我们就已经是罪人了。那用一样代表的观念，你才能看出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说你们是因信称义？你们是借着信称义的，你们是借着跟耶稣基督的关联被上帝称义的。这是保罗从这里面得出的概念，他的论讲是这个概念。其实你应该发现这个是一样的概念，有没有啦？有没有？我们讲清楚，可以吧？那这个是，如果你照那个时代的人来看，这个是一直以来从旧约来都是奥秘，就是还没有被揭开的啦。这个东西即便是旧约时代的先知都不晓得啊，可是到了基督的时代，就全部就揭开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嘛。愿意被耶稣基督代表的人，就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一切所有的身份，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了，那被耶稣基督代表的人就胜过了。所以这里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很努力的，很努力干嘛？抓住你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他持守你们的信啊，或者说你要持守相信耶稣是信实的，就是说这个是基督徒唯一的或者说首要的该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最关键的。就如果我们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我们是被他代表了，那就毫无疑问，他成就的一切都会加在我们身上。可是如果我们断了这个关联，那真的就海稀啊，海稀了了啊。所以为什么16世纪的那个 Westminster 不是 Westminster 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他说你的生命里面最庆幸最好加在的是什么？他说我生命里面最好加在喝嘎仔，最庆幸的事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是属基督的，而不是属我的。他说这个是最大的好加在。他说
幸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的一切是属基督的，我就跟他连接在一起了，那基督的一切就是我的了。可是我的一切是我的，那会怎么样？我能存活多久？假个罢离以后我就怎么样？我就没有了。哦，可是好家在，我的生命灵魂这一切都是属基督的，所以我跟着基督一起进入永恒。你会发现，这16世纪德国这些神学家，他们做的东西一模一样，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们就放在他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句第一问，就是这个概念。哦，就是那个概念。那个人他有在做后续的回应。好，他说什么？原罪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上神，吃善恶果，才让我们都有罪。不是啊。原罪的意思，我们没有吃啊，可是我们已经是啦。我刚才有没有讲清楚？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就代表所有的人都做了。那有了解我？好，你让他再想一下。好，那个这位弟兄姐妹再想一下，就是说，亚当做了这件事情，他就已经代表所有的人做了。其实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这个事件，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代表是人想成为上帝，人想成为神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是最基础的原罪。好。就人想成为神的这个概念，这是最核心基础的原罪。这个东西变成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有了。为什么？因为亚当代表所有的人，大家都一样。可是现在耶稣基督代表那些愿意让他代表的人。当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所有人被耶稣基督代表的人，也就得到这个救赎了。好。没关系，可以再讨论。好，什么？我只是想问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说，那这两件事情可以，我不一定要同意亚当所代表或者是象征的意义，可是我可以同意跟接受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如果以现代来，我想要问的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听不懂。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会想要人我先有一个后设，就是人先被耶稣基督代表，是因为他想要救赎。可是他的前设是因为他知道他跟亚当一样，有一个同样的罪行，或者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有没有一种空间跟可能性是，他就算不理解，人就算不认为自己是跟亚当有一样的罪的概念，或者是原罪或怎么称呼他，但是他就是单纯说好，那我就相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成立的。我知道，我这样听懂了。询问的意思是说，我可不可以？我并不接受，或是我并不理解，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亚当我成为一个罪人。可是我可不可以，即便不理解、不接受，我也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这时候就不需要是救主了，成为我的主。这当然可以这么做，只是 not necessary， 就变成没有必要的事情了。我就好好的，我干嘛需要一个主啊？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是不成立的话，那就变成是前面的这个人要先自己觉察，或者是说，不管是透过什么方式，要能够理解或是同意，甚至是理解是这个状态。对。那这个要怎么更多的去？所以基督教信仰的一开始，总是得是当一个人认知到自己是缺乏的、是不足的人，才有可能开始。那不是认知自己是缺乏和不足，不必然等于是罪人。那有一些概念的。啦，其实，在圣经的概念就是罪啊。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认知自己是缺乏的、是不足的，或者说认知自己是我的上帝的。
没有这个认知的，其实他不需要这所谓的 salvation。他没有看透原来这一切，就好像对学佛的人来讲，我如果没有看透这一切服事都是什么？对，都是服事凡尘，我哪需要入定啊？我哪需要？不打！哎呀，你学佛的吗？我哪需要能够需要脱离轮回啊？就是说我得要原来一看到，我靠，右边原来这一切都是什么？这服事都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才会往那边走。一样，就是说，如果从基督教概念来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作为我的上帝的这个状态是悲惨的，是没有救的，是很惨的。那我怎么会需要救赎啊？所以如果我撇弃前面这个概念，我还是可以接纳说耶稣是我的主啊。可是你论讲起来，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必要的。我干嘛需要一个耶稣当我的主？其实我作为我的主也是蛮 OK 的啊。那就代表说他还是处于见山是山这个阶段。你得要进去见山不是山，靠右边原来是这样子，你才有可能进去最后第三个阶段见山是山。那如果我还在那边，我认为我也是 OK 的啊，那还真的不需要有一个 Lord 叫做耶稣，因为他不会是你的 Savior， 他不是你的救主，你不需要被救啊。就是说只有溺水的人他才会需要抓住绳子要被拉出去嘛。那如果我根本不知道，我不觉得我是溺水的，其实我抓跟不抓是 OK 的，我也可以抓啊，可是那是不必要的。可是现在基督教的整个概念是在告诉你，你一定得抓，不抓你就溺死了。那重点是我们这些溺死的知不知道我们溺死了？我们不知道而已嘛。所以刚刚的弟兄有没有？她应该是姐妹啊。刚刚的姐妹还有没有？没有。继续不然她可以再多一点思考。就是人之所以是所有世人之所以是罪人，你知道亚当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是要告诉你一个寓意，是人想要成为上帝，这是所有的人都会的，所有的人都是做这个生命的呈现。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上帝，我想要作为我自己的主宰，这就所谓我们现在用我们现代的语汇来讲，就是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自我为中心啊。可是如果照圣经写的，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命状态并不是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上帝创造人的概念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所以他的一切的想象，他的一切的思维是跟上帝连结的。他用亚当这个世界来告诉你说，人脱离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模式，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模式，而这样子的状态是延及到所有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模式。那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模式，怎么样得到救赎？那只好以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让人得救。那我刚刚说的，人如果要抓紧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就是得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什么？生命的中心啊！就是说重新又去对付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概念。我那更不知道工程策吧？就是说，好像我讲的很简单，我只要抓住耶稣基督这个关系，那耶稣做的一切都算我的，对不对？那还不容易，那我就抓住就好嘛。可是重点是，你想要抓住耶稣基督这个关系的这个做法，用实际的来讲，就是从此以后，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主了，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了。这样我有没有讲清楚啊？这才困难好不好？一辈子都在那边挣扎，
我干嘛让耶稣基督当我的主啊？耶稣基督说不能吃巧克力，我要吃巧克力，我干嘛让耶稣基督当我的主啊？对不对？我今天我自己当我的主，就可以多吃几颗巧克力啊，对不对？我们讲清楚我在讲什么，就是概念上讲好像很简单，我不需要很伟大，我只要信耶稣基督，然后我的生命跟他连结，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一切的这个地位就可以转嫁到我身上。这讲的很简单，可是你所谓的你的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只是你的救主，他还是你的主啊。那这时候，如果你回到刚刚许墨问的问题，我可不可以不需要接纳我是罪人这个观念，然后我接受耶稣是我的主？你当然可以这么思维，可是你会认为说你不需要嘛？你好好的自己当自己的主不是很好吗？你干嘛去找另外一个人当你的主呢？这样希望有回答到刚刚那个许牧师要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的概念在告诉你这个事情，你是个罪人，你的状态是不好的。那今天如果你连结耶稣基督，你才有可能得到那个好的状态。只是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会觉得我们的状态不好啊。是吧？我肚子虽然已经很大了，我还是觉得吃巧克力很好啊。我还藏了一包哦，不但是巧克力包杏仁果。分我。好，等一下分你几颗。巧克力包杏仁果那个好吃了。两个一样油，有没有杏仁果也很油啊，对，巧克力也有油，所以我现在常拉肚子啊，因为我没有胆了。好，不能被我的中医知道我在偷吃巧克力杏仁果，要死，他要把我骂死。好，12节结束，进入13节，有前面的前设。你们是信耶稣的有前设，你们是知道你们结局是得救的你们要有大喜乐的有这些前设。13节，彼得要提出一些要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OK， 你们这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你们主的人，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啊，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呐。所以等于是说，你们有这些身份的人，你们得等嘛，等耶稣最后带来这些你们允许的东西，就给你们恩嘛。可是，在等的过程，你们不是无所事事啊。他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表示你的生命生活的模式活出来，得要有耶稣基督所期待的样式，这样才代表你是抓紧耶稣基督的人嘛。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放纵私欲的样子。我跟你说这种放纵私欲弟兄姐妹，我一直说，如果是保罗的书信，其实是很清楚的一种概念，不见得是坏事情，而是被这个世界定义的价值观。可是彼得这里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彼得在讲放纵私欲的时候，跟保罗在讲放纵私欲是不是同样的概念，我就没那么大的把握了。可是很不幸的，这里他也没有提出来举例。比如说保罗的书信会告诉你什么是放纵私欲，有没有？什么样认为是放纵私欲，他会举例。可是你要理解，保罗在讲放纵私欲的时候，是相对于被圣灵所保守的。所以你可以去理解，在保罗的概念里面，比较常讲的概念就是，你基督徒你在世界上活的样式是要用上帝国的价值去活，不要用世界的价值去活。用世界的价值去活，常常在保罗的语汇里面被讲成是放纵私欲。你不要以为那种什么奸淫掳掠、什么赌博、什么那个才叫做放纵私欲，不是，是以
世界的价值去活着，就是保罗的用语里面的放纵私欲。好，那这里一样，我认为彼得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只是他并没有就做一些例子出来。不过他倒是讲说，你们不要像以前蒙昧无知，就是还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时候放纵私欲那个样子。好，你注意看，那它到底是指什么？15节有一点暗示。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错。你看一下和本修订版，那召你们的既是圣，靠右边它也是写翻成圣洁，你要把它想成那召你们的既是神圣，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神圣。好，那我理解了，为什么他何修也不改？因为16节，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有没有发现？这里就是何修改成正确的。可是前面15节为什么没有改？15节为什么是说你们要圣洁？你们既是圣洁，在你们所做行上也要圣洁。事实上，它的原文还是写 holy， 还是 holiness， 还是神圣的意思。可是因为他讲的是行为所行的事上，所以他认为他合理的把它翻成是洁净的。就是说，因为你们是神圣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洁净，这我认为是合理的。只是你要知道，在他原文都是讲神圣的，神圣的。我不喜欢弟兄姐妹一开始就把神圣的跟洁净的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虽然是息息相关，就是说，作为被上帝分别为圣的这些人，你们的行为要洁净，这个是正确的。可是你不要一开始就把神圣的这个概念用圣洁去理解，我们会混淆掉。好，所以我刚刚前面讲了13节就是彼得提出的要求跟提醒，就是你们这一些知道你们的结局是得救的人，你们即便在大逼迫苦难中，你们也要大喜乐，因为你知道你们的结局是得救的，是得到救赎的灵魂得救的，所以你们要大喜乐。好，那你们现在知道你们是这种人，你们在你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你们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要洁净，因为你们这样做才代表你们是紧紧抓住耶稣的人。或许做不到，可是弟兄姐妹，至少我们要愿意这样去做，就是说我们要起心动念，然后这样去努力的去做，即便我做不到，我仍然是一个往这个方向在前进的人。那我们讲清楚啊，我们讲清楚，有可以好。17，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你要知道，你们既然你们称这个上帝是你们的父亲，那你们这个称为父亲的这个上帝呢，你们称为是他自己父亲的这个上帝，你要搞清楚他是不偏待人的他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如果你们很清楚这样的话，你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然后呢你们要去存着害怕畏惧，而且是因着他的神圣而畏惧的心，去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有没有？不要怀疑，现在才第1章，他已经2次强调你们在世界上是什么？你们是寄居蟹。为什么他要强调你们是寄居的？基督徒，为什么彼得要强调你们在世是寄居的？为什么？寄居什么意思？借住，沙发客、背包客。为什么要强调你们是借住的？你们是寄居的？为什么？怕我们
怕我们太喜欢这边，乐不思蜀，是不是？乐不思天堂。就是其实他对意思没有错，就是这个方向是没有错，就是要你们不要太在意你们现在受的苦难，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们现在很被逼迫嘛，受苦难，不要太在意，因为你们是寄居的，暂时的啦，是暂时的。啊，也不要太在意你现在有很多，你现在有很多你也带不走，因为你是什么，都寄居的。就像那些台商在中国，你要知道吗？他们钱是转不回来的，你知道不？马云都留不住了，你怎么会留得住？你以为你赚多少，你转不回来的啦。不想要什么洗钱的管道，现在赶快要教他们那些台商把钱洗回台湾，不然会被没收的呢，是吧？好，所以哇，这个传福音给中国人应该最好接受，他们最容易懂。在世是寄居的，在中国赚的一切钱都是什么？暂时的。那个几十个亿都不见了嘛，对不对？哦，那个是寄居的。啊，你会发现彼得在第一章一直强调，你这是寄居的。他说：“你们要存敬畏的心，去过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为什么？你要知道，你们称为爸爸的那个上帝，他会照你的行为审判你的。他是不偏待人的，你要怕他啦。你们知道，你们得以从你们祖先传下来的虚妄的行为中救赎出来，不是靠着会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OK， 你要知道哈。你可以把这边的论述合理去对照前面，什么叫做放纵私欲？合理啦，不是完全一定是在指这个，因为这里在讲你们那个蒙昧无知嘛，这里在讲的是你们不要想靠那个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些东西，觉得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了，不是，你们不是靠这些东西，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没有玷污的羔羊之血。基本上我还是很强烈的怀疑，彼得是写给谁？我相信他仍然是写给有一点犹太背景的人。因为这个跟犹太人献祭有关系呀。所以并不是这一些祖先传下来的这些，你们可以透过奉献很多金银财宝，或是这些献祭啊、祭祀啊，你们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好，那我另外想请问，因为其实不只是耶稣时代啊，其实在更早期，或者是甚至其他各个民族，对不对？其实献祭的概念没有在犹太人的。是啦，宗教行为，我要讲的是宗教行为。对。所以当他在讲献祭或者是祖先的献祭的时候，是有这么清晰的群体。我只是想要。我会认为他在还是讲有一套背景，是因为他的用词是羔羊之血。所以说献祭不见很多民族、很多宗教都有啊，可是不会去强调这种羔羊之血。这还真的会蛮犹太教的。比如说台湾是什么？鸡血吗？鸡血，大猪公啊！但确实鸡血有一些宗教是确实是用流血的概念来。对啊。所以包括像摩洛献的，或者是说用人的命去代替。对。其实在其他的宗教。献祭的这种文化跟思维是都有的，就是说，在其他的宗教文化里面，其实比如说像遇到天灾然后他们就说，可能你要献100个畜，对，然后来向天神，来祈求平安。献男人没有用，要献畜，对，对了，没有错。可是因为它的用语是羔羊之血，所以我会把它连结，这还是有犹太背景的。
没有错。这个各个古代的民族文化、宗教都有献祭的概念，这个真的是不约而同，而且这种献祭的概念都流出那个被献之物的血，来抑制神明的怒气，不要发在这些还活着人身上，这个东西都是蛮类似的概念。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件也是基于这种概念产生的。他很讨厌，你看20节又跑到预定论去了。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出来。这里要告诉你，其实真的不要跑去很多的系统神学的概念的教义去，他只是要告诉你，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在一开始早就已经设计好了。可这个东西到现在才知道，表示在现在之前，不管你多伟大，你是摩西，你是要求我名字忘记了啊？摩西所罗门啊，那个祖先叫什么？啊，大卫在前面那个祖先呢？犹太人祖先那种？亚伯兰，靠边，我怎么忘记亚伯兰名字？完蛋了，我现在这老人痴呆。不管你多伟大，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是到末世的时候才怎么样启示出来的，才揭开了，到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信心盼望都在于上帝。这里很清楚他讲的是在上帝，所以你要知道，这里彼得要强调一个概念。难怪很多人不信，因为是现在才揭示的嘛。法利赛人不信，撒都该人不信，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他们不信的问题，是连所罗门王也不晓得啊，大卫也不晓得啊，这些人都不晓得嘛。是到现在末世了才揭开耶稣是基督这回事，然后基督的救赎是这样救的方式，是到现在才知道的嘛。所以彼得要告诉你说，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相信的事情，现在才揭示出来了。一路以来，很多人是不晓得的，那你们是宝贝的，你知道吗？你们居然是信的那一群，你们要有大喜乐啊！你知道，你们是宝贝的。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有没有看到没有？这里在讲前面的论述教义以后，他在讲的是要求跟实践。那彼得的要求实践，他不敢out of 离开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你可以看到嘛，你们顺从这个真理，你们要爱弟兄没有虚假，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一直传下来的概念。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能够坏的种子，乃是由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道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基督。好，因为后面这个是从以赛亚书引用过来的。凡有血气的，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干枯，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福音就是这样。好，那这一段是从以赛亚书第4章6到8节引用过来的。所以这里彼得也是连结他的道理，也是跟旧约有关系的。一方面跟旧约的预言有关系，一方面又是新的，因为他强调是到现在才怎么样，才揭示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有那种，我那天在路上想一个问题，教会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时代错置，不管是解释圣经，还是教会的日常生活遵守那个教约教规，教会最常犯的事情就是错误，就是时代错置的错谬，就是没有搞清楚圣经这样写的时代是什么时代，然后你这个不同的时代居然要用这样写的东西去遵守。
然后是用这样写东西去理解、去解释，这就是一种时代错置啊！这个严重啊，这非常严重啊！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群体，教会是重视传统的，重视传统。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常讲说：“啊，我们主够一来的，拢安尼做啊，我们从自古至今都这么做嘛。”这就是一种时代错置。你自古至今都这么做，干我现在要不要这么做有什么关系啊？你以前这么做有它的时代嘛？那你现在要不要这样做？你要重新思考嘛。这个是教会在实践上会犯这个时代错置的错误用。那教会在解释圣经更容易犯时代错置，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把圣经当作是什么？上帝的话嘛。那上帝的话能不能改？不能改啊。那上帝话能不能解释？最好不要乱解释啊，就照白纸黑字就好了。因为这是上帝的话呢，你随便动一下，你等一下被雷打死。那你要知道，它有它的时代的用法啊。它圣经这样写，有它时代的框架，它的文化。所以你不能用他的白纸黑字来用啊，你会死啊！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容易犯时代错置的问题。我们教会在遵行传统的时候，犯的错误也是时代错置。我们真的是时代错置下的悲惨的受害者。那怎么办？请基督徒做一件事情，请你去理解圣经在它的时代文化下面，它为什么这么写。你去理解以后，你尝试去抓出这些经文背后它的精要、它的原则是什么？你能够抓得出那个原来的那个精神跟原则，这才第一步如果你真的得到恩典，上帝的恩典，让你抓到那个原则精神了，你就移到21世纪，你的文化框架下面，你的语汇文字下面，你重新去诉说这个原则跟精神，你讲出来的东西才是当初彼得或是保罗要讲的东西呀。而且你讲出来的东西会跟圣经写的会不一样，我们讲清楚，因为你是用你的文化框架重新讲，你重新讲一定会跟彼得讲的不一样嘛。你如果差了2000年，你讲的跟彼得讲的是一样，那才是头壳坏掉嘞。因为在2000年前，彼得用他的文化、他的语汇讲来把那个概念传达出来。过了2000年，你还可以用彼得的字，你怎么可能去传达相同的东西？我们讲清楚啊！你过了2000年，你重新讲的东西，我看会很大的。在字义上会跟彼得用的是不一样的，才有可能你抓到的恰恰是原本的意思、原本的精神跟原则。我有没有讲清楚我的概念？因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可是台湾的基督徒就搞不清楚。你晓不晓得和合本在100年前被当作白话文的经典，北纬基呀，白话文运动啊。可是你晓不晓得和合本的用词，在现在来看是深涩难懂的？那个才100年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那本红色的现代中文译本翻出来的东西，已经跟和合本的用词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他改圣经了吗？现代中文译本就是用一个台湾在30年前的国中生能够看得懂的文字，把那个概念重写一遍。你会发现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文跟100年前和合本的译文已经是差了天南地北了，南辕北辙，是完全不同文字了。可是才反而可能是有抓到100年前那些宣教士想要表达的意思啊！我们讲清楚，
这不过100年呢。彼得保罗离我们2000年呢，你现在还在用彼得保罗的文字在那边遵守的时候，你就是头壳坏掉了，基督徒。你要重写，你要 rephrase， 可是你重写的基础是你得懂当初那个文化架构下面彼得在讲什么，当初那个文化架构下面那个时代的保罗、耶稣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讲的东西是有一个概念在脑袋里面，然后他用他的文化语言把它传递出来，那是2000年前的文化语言，他传递出他脑袋的概念。你要的不是那个文化的文字啊，你要的是他脑袋的概念，所以你得去理解他当初用那个文化的文字表现出来的想要传递的原本的概念是什么。那个概念如果感谢上帝，如果我们抓得到，我们就得把那个概念用我们今天的文化的框架，我们的语汇的使用，把它重新讲出来，那个会是不一样的文脉，会是不一样的 wording， 会是不一样的呈现。可是就是因为它的不一样的呈现，它才能恰如其分，嘟嘟啊呵，能够表达原本那个概念。我到底有没有讲清楚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没有？你在读彼得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要重新去思考，作为21世纪的台湾基督徒，我该怎么讲这些概念？我该怎么陈述这些概念，才是恰如其分的把彼得想要讲的东西讲出来？你今天对着我念一遍圣经是没有用的，你对着我念一遍2000年的文字翻译过来的文字是没有用的，是恰恰好可能是误会的，因为你没有去深思这些文字在那个时代是代表什么意义。他明明告诉你，我跟你讲，我举个例子，他明明告诉你哦，来，我举个例子给你听。22节，来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他明明告诉你是爱弟兄没有虚假，那爱姐妹可不可以虚假？没关系了，没写嘛，对不对？我们就爱姐妹虚假。我们要讲的是爱弟兄没有虚假。弟兄姐妹，你如果是这样子，就没有抓到他原本的精神跟原则的概念是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女人不是人，不用写女人。也可以写说，那爱父母也可以虚假。爱父母，他在别的地方有讲到爱父母，好不好？那你要知道，现在的 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他就把它改成以至于爱弟兄姐妹没有虚假。哇，有一些英语为母语的基督徒就翻脸了，原文没有写姐妹，你凭什么加姐妹2个字？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你就是得兄弟，你就是得写弟兄姐妹、兄弟姊妹。在我们的时代，你不能只写兄弟啊，你在我们的时代写兄弟姐妹，就会恰恰好等于彼得在2000年前写爱弟兄没有虚假啊，字面不一样，意思才有可能一样，因为过了2000年，文化的框架不一样，文字语汇的用法不一样。我们讲清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这样做不是改圣经，我们这样做反而是要把原本圣经的意思更清楚的表达出来。你如果跟我讲究白纸黑字都不能改，你才是那个会误会圣经意思的人啊！公告都没烂的，超过时间了，有没有问题？不给问问题。有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前面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跟今天的经文还是有点。好，你问。好。什么问题？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他说他觉得自己有罪，跟自卑的心理有什么差别呢？人常说自卑的一体两面是骄傲，这样跟觉得自己有罪似乎是2个不同的内在心境，但又觉得很雷同。当我们在用
自卑在描述它的负面的意思的时候，是指我们过分 underestimate 我们自己了，就是我们太轻看自己了，看不起自己的那种情况，我们用自卑。可是你要知道，自卑的意思也有恰如其分的用法，就是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好，看清楚自己的状态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不要，所以圣经说自卑的反而要被什么？升高，就看清楚自己原来不是很臭屁，那么骄傲的人，这样能够看清楚自己，把自己看低轻，看在这个程度的人，他反而被上帝高举啊。所以你说自卑跟认识自己是罪人，恰恰好是相反的事情。认识自己是罪人，是看清楚自己。那我们在讲那种负面的自卑的意思是 underestimate， 是低估自己，是低估自己。所以认清楚自己是罪人，并不是低估自己，认清自己是罪人，反而是看清楚自己。看清楚自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看清楚自己原来是个猪头，我是猪头，这个是第一步，这反而是这个信仰的最初始的境界。那自卑，我们一般在讲负面的意思，你这个好自卑的意思，并不是他看清楚自己，他反而是低估了 underestimate。所以我们在鼓励帮助这种自卑的人，我们是要帮助他看清楚自己，反而不是要帮助他去高举自己，去抬高自己。没有，我们是帮助他看清楚自己就好。所以我们才会说那个自卑，自傲是另外一种自卑的表现。重点就是他没办法看清楚自己，他一下看低，一下看高，所以我们的重点是看清楚自己。那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恰如其分的看清楚自己，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呀。刁钻可爱讨厌，可能会讨厌我。没有，现在结束了没？没问题了吗？目前没有。都没有问题了，好吧？这是我们的彼得前书第1章很难想象这个渔夫这就是一个不是重点，这就是一个捕鱼的渔夫在耶稣那个时代，他就是个渔夫，而且看得出来，彼得、安德烈这种渔夫跟约翰、雅各那种渔夫不太一样。约翰、雅各是比较有钱的渔夫，彼得、安德烈是比较没有钱的渔夫，就比较一般的渔夫。他居然可以写这种东西不容易这个东西，这个得生命的境界的转换，他的生命是被这个福音改变的，这是福音改变，希望这个彼得前书后面还有很多很精彩，我们一起读下去，很多可以学习的，希望可以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有所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亲近你的话，这是你2000年前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世代里对着这些人讲的话。阿爸父神，你让我们这个2000年后的台湾的基督徒，我们也听见你讲的话，却不是按照这个白纸黑字的意思，是可以听到阿爸，听到你心里面的声音，听到你的呼唤，你愿意我们理解的声音。我们努力这样去做，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误会，求你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更逼近、更亲近你的心意。愿我们如果有什么明白的话，你赏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行得出来，把我们所知道的行出来，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谢谢你的恩待，求你在这个仍然是病毒威胁的世代下面，求你保护保守我们众人，让我们有强健的体魄，心存良善，行事公义，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平安回家。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要广告一下，现在就是礼拜有恢复实体了，然后在你的左下角有 QR code 可以报名。在你的左下角有 QR code， 报名一下啊！我们的礼拜已经恢复实体了，9点一场，11点一场，下午1点半一场。在左边才是铃铛。对。好，那句话怎么讲？那句话怎么讲？要 subscribe， 那句话怎么讲？要订阅订阅按铃铛。订阅按赞分享铃铛。开启小铃铛。啊，是啊。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好，然后报名做礼拜 QR code 9点、11点、1点半。9点跟11点是台语的，1点半是华语的。好，其实听起来都一样，因为是我讲的，我的台语跟华语很像。好，跟大家说拜拜吧。什么？拜拜啦。好，拜拜。